200米，用了跑，3来地道嘞。再别废话，听明哥，今晚就能搞通，赶紧干！他妈的，要是挖不下东西，老子就让他给他砸了。送货就会吹牛逼，干活！哎，我的说呀，哥，是这。是地沟，真有地沟呢！把拳头给了，往后。大袋子！这啥？这哪有字呀？石头，这又不值钱，趁个娃娃拿我干啥？走。